杭州博物館係位於呢個杭州靠近西湖嘅吳山廣場同埋清河坊歷史文化街區附近。咁佢前身呢就叫杭州歷史博物館。呢間館呢就分為南館同埋北館兩個館區嘅。北館呢最重要嘅就係一個叫物華天寶啦，杭州出土文物嘅精品展覽。除此之外呢，仲有關於杭州不可移動文物啦、書畫精品啦、文房雅玩同埋一啲郵票嘅。物華天寶呢個主題呢，就分為史前嘅杭州啦、教藏嘅遺傳同埋海棠工程三個單元。我哋見到喺展覽入邊呢，會特別提到關於考古學嘅一啲基礎知識啦。之後呢，就會展示呢。我哋見到杭州最出名嘅良渚文化，包括良渚文化最重要嘅玉器啦、玉璧啦、玉琮啦呢一啲文物。不過比良渚文化5300年前仲要早嘅呢，就係喺蕭山嘅跨湖橋文化，佢今日有8000年前嗰邊呢，出土咗一隻全世界最早嘅獨木舟。兩個獨立展櫃呢，就展示咗良渚文化同埋跨湖橋文化啲器物群啦，呈現翻杭州史前文明嘅輝煌。物華天寶嘅第二個單元呢，就係關於杭州嘅窖藏，包括咗瓷器啦、銅錢同埋銀元。所謂窖藏呢，就係古人為咗可能係逃避戰爭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原因呢，就將一啲寶藏啊，例如銅錢、元寶啊呢啲重要嘅文物呢，就收藏喺地下。大家亦都之後一步就想揾翻出嚟嘅，但係就一直就冇再發掘啦。而係喺後世呢，就俾我哋嘅考古學家發現咗。我見到呢啲元代嘅瓷器呢，就來自於1987年發現嘅潮輝路元代窖藏。總共有54件嘅瓷器，其中一級文物就有9件，有龍泉窯啦、景德鎮窯等等嘅，咁樣呢，亦都係元代製瓷嘅實物見證啦。其中最重要就係龍泉窯嘅青釉黑錢枝牡丹紋瓷鳳尾瓶，體型係非常之大嘅，極為罕見。同時我有見到明洪武時期嘅銅錢窖藏啦，總共有6000幾個銅錢按年代順序咧，從西漢至明嘅全部展出。仲有一部分就係晚清民國時期嘅銀元嘅窖藏啦，總共有1700幾枚銀元，包括孫中山頭像啊、墨西哥鷹羊啊等等。跟住我見到一啲互動體驗區啦。展示有啲古錢幣嘅拓印，同埋收足古海棠嘅 DIY 活動等等。呢一類型嘅公眾考古嘅教育性項目呢，而家喺博物館嚟講亦都非常之流行。跟住嚟到物華天寶嘅第3個單元，就係關於海棠。所謂嘅海棠呢，就係人工修建嘅一個堤壩啦。就係喺沿住海岸或者河口，為咗要抵禦一啲潮汐啊、大浪嘅侵蝕呢，而修築嘅一啲建築物啦。而海棠呢，主要分佈喺中國東部沿海，就係浙江呢邊係最重要嘅，尤其是錢塘江口嘅兩岸，即係杭州啊、海寧啊、肇慶一帶。由於錢塘江大潮同埋特殊嘅地形呢，潮災最為頻繁猛烈，所以因此呢，喺當地嘅海棠工程亦都係最為宏偉。從建築材料同埋技術嘅演變嚟睇呢，海棠經歷咗從土塘啊、柴塘啊到石塘嘅一個升級嘅過程。所謂嘅土塘就係所謂嘅竹籠石塘啊，跟住柴塘，跟住係清代時期嘅條塊石塘。海棠佢嘅作用係乜嘢呢？最重要就係預潮同埋護田，抵禦呢個潮災啦，保障個安全。呢個係最直接嘅作用。錢塘江嘅潮水非常之兇猛嘅，
咁樣史書有常有記載，就係颶風駕潮就害家飄盧舍，即係會呢個海棠呢就會成為一個堅固嘅屏障啦，阻擋潮水沖毀啲村莊啊，淹沒農田啊，保護翻古代人民嘅生命財產安全。咁亦都係因為有咗海棠呢，咁樣錢塘江兩岸嘅呢啲灘塗地方先至可以俾人們可以安心立業。咁亦都係人與海爭地啦，拓展生存空間嘅一個過程嚟嘅。咁除此之外呢，杭州灣南岸嘅蕭韶平原啦，北岸嘅杭嘉湖平原呢，就唐宋以嚟都係國家重要嘅糧食產區同埋一個賦稅嘅重地。咁所以海棠嘅穩固咧，直接關係到農業嘅收成同埋國家嘅財政。所以咧，古人咧就要將海棠同埋國家命運咧聯繫埋一齊。再後面咧就係海棠之外咧，往往分配咗一啲好重要嘅鹽場。咁樣所以咧就海棠咧亦都係保證咗呢個鹽田咧唔會被淡水沖毀啦，而影響到個鹽業嘅經濟。咁海棠咧同時都係古代驛道嘅一部分啦，兼具個交通嘅功能、航運嘅功能嘅。咁我哋喺展覽上面見到嘅海棠類型咧，主要分3種啦。咁竹龍石棠咧，就最早喺5代吳越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有噶，距今已經超過1000年。就係編一個竹籠嚟裝個石頭啦，層層疊放咧，用啲木樁咧將佢固定，開創咗呢個製作石棠嘅先河。但係咧竹編嘅石棠咧，個結構咧可以消除嗰個，但係咧就唔係好襟用嘅。咁到北宋嘅時期咧，就出現咗石棠，佢就借鑑呢個黃河嘅一種做法咧，用一層柴草一層土夯築而成，迎水面同背水面咧加啲木樁去加固啦。咁適應咧鬆軟嘅地基啊，施工亦都快，備料容易。不過咧呢種柴草好容易會腐爛啦，所以要頻繁修護，亦都屬於係臨時性嘅工事。但係咧就北宋到清代咧都係用緊柴棠嘅。咁到咗明末咧就有一種叫魚鱗石棠啦，或者叫做清代嘅條塊石棠啦，咁就開始出現啦。用規整嘅條石咧，按丁順咁樣去層疊，用灰漿去將呢個縫隙咧去抹平，又用鐵釘咧再加固，形似魚鱗。底部咧密佈呢個木樁啦，結構咧就堅若磐石，一勞永逸，代表咗中國古代海棠工程技術嘅頂峰。咁呢一種魚鱗大石棠咧，造價係極其昂貴嘅。乾隆年間咧收一丈咧需要耗銀5兩，但係堅固耐用啦，真正實現咗一勞永逸。雍正皇帝咧深知其價值，所以咧就不惜工本啦去修築呢種魚鱗石棠。而家我哋見到呢種模擬翻當其時幾種唔同類型嘅石棠嘅製作嘅方式，同埋佢係點樣喺一個防禦到嘅潮水同埋海浪嘅衝擊。我哋打翻耳機，想唔想講？因為冇人聽佢講，已經有啲話要走，實上去。